好，1647年11月24、25、26，今仔休假应该大家当来开讲一下就对了吼。我看觅啊，来，我甲11月读互煞吼。11月24、25、26有一点乌暗的阴暗的天气吼。风继续对北方吹来，因为现在停伫即个城堡下面的船只，迄个 Garsberg 号和 Sandik 号已经准备好会当出航，而且因要去新高哈格斯顺翼，然后要经由暹罗前往巴达维亚的时间已经接近，因此就甲详细指令交互迄寡船只的主管，并且含因来实行吼。就是迄个 Garsberg 含即个 Sandik 这两只船吼，以便因明仔载透早，若天气符合，就会当出航上路，也要甲交由即个叫啥 John Sweetekow 的我记得即个是一个希腊生理人咧吼。要甲交由即个希腊生理人 John Sweetekow 的即个篷船，早去巴达维亚交互总督国哈含东印度议会的批。哦，这是写甲落落长，结果意思是讲要甲即批啦吼，即批要互交由要拜托即个希腊生理人的篷船早去巴达维亚啦吼。伫议会里一托并且来签名，因为上述篷船将会伫明仔载对遮出航。今仔日也决议，因为阮注意到讲，因为彼底船 Whitfield 号和 Camden 号会越航离去。这两只船，Camden 我袂记，我记得其中一只，越航离去，其中一只敢若是本来停伫啥物所在，结果即个来无通知，去无消息安尼啦吼。加上对江克号所获到的银，此地所收到的银总计不过是6吨半，毋是6吨半毫吨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毫吨就是单位，还佫6吨半吼。其中也佫必须爱供应东京甲暹罗的需求，因此呢，如决议录所在的理由，决定要甲东京需求的130箱银减做110箱。Camden 号为此来载有75箱银，载去遐啦吼。而暹罗所需求的40箱爱减做30箱，因为按呢除了商品以外，此地将会当留落来438000毫吨，用来收买黄金等等的物件。也决议讲，本个月14号要对日本来到遮的 William Verstegen 阁下，将会遵照巴达维亚的命令，将来要伫教会议会呢来担任特殊代表，就像议长 Overwater 伫个 Lemarle 阁下和 Caron 阁下的时代所担任的安尼。看无啦，毋知你讲啥。又因为此地的市镇指台湾市镇，因为农业的增长来日益兴旺起来，也互居民更加繁荣富裕起来。因此决议为着迄寡小船的方便，要用市镇的收入，伫台湾的南岸来开一条适用的水道。这是毋是台南运河的开始啊？若无迄寡舢板伫咧即个算海水，迄个啥？我煞袂记得底槽安怎讲。
上潮是阴啦，低潮是安怎讲？特劳啦吼。伫海水特劳时阵，迄个舢板就无法度来挖靠岸吼。有一只庞船航往西南沿海，坐12个人，再有40人拿的咸鱼，35担的大香木甲20担的鹿骨。安尼吼，读即个后一工进前来看，讲要用市电的修理，伫台湾南岸要开一条适应的水道。我来查一下台南文化的历史。台南文化开始兴建伫1922年，所以是日本时代的建设啦吼。1926年完成，是日本的技师叫做上本好太。上本好太啥？松本托拉塔，是全台湾上长的人工运河，全长3.7公里。好，你若有去台南，应该拢知影即条运河啦吼。所以毋是吼，我想讲话，这台南运河历史遮久。好，11个日期。早起以及以后规工拢是乌阴的天气，有强风对西北方吹来，因此要航往暹罗的船，今仔日无法度来出港。11个礼拜，好天，吹东北风，面对阵 Hillegarsberg 号、和山迪号以及山水铁教的即个帆船，就趁风来起定。真紧来出港，驶往海上。迄30箱要载去暹罗的船，平均来分装伫咧2只船顶，就是各载15箱。11月29，寒冷的天气，风如昨昏。因为要航往东京的皮船 Witwatersrand 号，现在已经完全准备好会当出航。因此，就甲所需要指令交互上级商务员 Philips Slemans 和其他该船的主管，并且和因示行，以便因明仔载对遮来出航。也伫咧法务议会里处理代志，其中有一个新仔人因为杀人判死刑。11月30，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。早起，便对船 Witwatersrand 号起定出港，继续航往海上。对西南沿海有一只帆船来遮入港，载有142个人，载有下列的货物：14篮金丝、7包空眼布、10万粒死的柳仔、1000个49捆的粗灰仔、5担油脂。533包薰草、3篮油脂甲3担的地麻。昨昏判决的罪犯，今仔日伫通常的时间甲地点来处刑咯。迪罗山的长老以及拥有管理教师权力的指挥者 Gavil 来遮，因同齐来请求讲，因为几个原因。以及该村的反对，请将迄寡教师调回新港啦吼，并且分发去其他的几个村庄。好，11月结束吼。我看一下12月，12月足冷的啦吼。好。安尼1647年来甲读互煞。12月初1、初2，舒适的天气，风大部分对东北方吹来。对西南有一只帆船来遮入港，坐115个人，再来2个藤模啊。
这糖无啊是咧磨啥物物件？磨糖哦，无是磨迄啥石磨啊啦吼。18拿的地米，100捆的稻罐，150个螺的铁片，2拿的空干布，24担盐，100个铁锅，10拿的面粉，5担油脂，20罐的山水，甲760包粉草。稍等下吼。也有3只胖船对丹狗来遮入港，坐24个人，载来1400片的茶棒甲200担的茶。今仔日教会议会代表牧师 Sam Van Buren 和执事 Cornelius Van Dam 以及 William Verstegen 阁下出发，去北区的村庄去对教会甲学校做年度的视察。12月3号、4号、5号，即马拢浪几啊工的吼。大部分是乌阴的天气，透北风。去视察教会代表转来即个城堡，因甲视察的结果用书面来向阮报告如下：伫新港、目加流园甲大目港即几个村庄，看到3种日间的学校，一种是少年的学校，其中真侪少年人甲几个成年人吼。伫该校教导拼字啊吼，写字。阅读、书写、祈祷，甲关系到人类感恩的新的问题，即个啥物问题吼？看无。另外一种是成人查甫的学校，学生估计约20到35岁。最后一种是成年妇女的学校，因的年龄甲迄寡成年查甫学校的迄个查甫差不多啦吼，含查甫的年岁差不多，就是20到35岁。毋过因当中有真侪少女。后面即2种成年学校拢无教导祈祷甲上述的问答。伫新港，少年的学校有110个学生，因除了上细的47个人以外，伫即个阅读甲拼字方面拢相当好，书写方面无好吼，祈祷方面真流利。伫咧新的问答方面，上多会回答到第18问。成年查甫的学校有58个学生，因对祈祷甲问答的知识和上述的少年人相像。成年妇女的学校有164个学生，其中真侪人伫咧祈祷方面还真歹。其他方面和迄寡查甫进度相像。伫咧教堂做礼拜时，使用牧师 Junius、Haber 和 Olhoff 的8篇讲章讲道。伫大目港，拄则这是新港啦吼。大目港少年的学校有78个学生，其中有几个新的学生学了真好，其他伫咧拼字、阅读甲书写方面拢还袂使。伫祈祷方面袂歹，伫上述的问答方面，上聪明的回答到15到16问。成年查甫的学校有42个学生，成年妇女的学校有100个学生。这2种学生大部分祈祷拢学了真好，但是问答就无像迄帮少年人遐尼进步。伫教堂做礼拜。只有2篇讲章讲道，就是一篇牧师 Junius 一篇牧师 Olhoff 的讲章。伫目加流园，少年的学校有103个学生，这比大目港较侪，比新港较少，新港164个吼。
伫品字甲阅读方面也算歹，书写甲祈祷真好。伫迄个新的问答方面，上聪明的回答到第50问到60问，这上厉害啦吼。其中有一个人会当回答到第75问吼。成年男人的学校有60个学生，成年妇女的学校有110个学生，其中也有少女，就像伫新港甲大北港安尼，也拢真熬祈祷。伫问答方面，查甫人上聪明的回答到第30到40问，妇女上聪明的回答到第20到25问。除了新港、大目港甲目加留园拢共同有这3种学校以外，目加留园其余的村民轮流每6个礼拜有1礼拜到学校继续学习祈祷甲句的问答。这句的问题是牧师哈伯过身了后，由这个探访团队汉腾来接手教导。礼拜只敢若用牧师哈伯关系到第1届的一篇讲章，甲牧师Junius的另外一篇讲章。伫咧小人甲麻豆礼拜用3篇牧师Junius的讲章，甲牧师Harper 和Olhoff的10篇讲章。少年的学校，其中也有真侪查甫甲青年。伫小人有141个学生，伫麻豆有145个学生。伫拼字、阅读甲书写方面拢袂歹。伫祈祷方面就非常的好。毋过除了即种少年的学校以外，伫小人就无其他的学校咯。听讲牧师 Gravius 创办了一间新的即个孩童学校啦吼，儿童学校有253个囡仔。即个学校无偌久以后会当得到优良的结果。毋过伫咧麻豆，除了迄个少年的学校以外，其余的村民分做7组，每7个礼拜轮流来学习祈祷。会对2个注脚吼。第1个注脚是就是新港的礼拜时阵的讲章啦，8篇讲章吼。牧师Junius Harper 和Olhoff的8篇讲章，伊的注脚写讲参阅阿姆斯特丹市立档案馆吼。后壁即物件偏好。第2个注脚是即个牧师 Gravius 创办学校嘛吼，即个 Gravius 的小解吼。Daniel Gravius Dordrecht 1645年到1647年伫巴达维亚担任牧师，然后去佛罗摩萨，伫遐和长官 Nicholas Verburge 发生冲突。即个 Nicholas Verburge 是啥物长官？我若无印象吼。该长官反对牧师拥有政权，并且伫1651年因而来控诉 Gravius。Gravius 回国了后，亲自到阿姆斯特丹公司本部辩护，来得到释放吼。然后迁徙去 Middelburg，1681年伫遐过身。好，即篇小解迄当阵的学校吼。即个啊，什么修学啊吼？南台修学是啦，台湾修学荷兰学校吼，各位也会记哩吼。我毋知影各位安尼读吼，是毋是会当迄个眼光较开阔吼？就是讲，我嘛是伫咧即几年哦，嘛可能甲食10年有啊吼。伫咧看台湾历史的时阵，其实是
看外国的文献较侪啦吼，所以讲解就较无共去啊吼。好，咱继续看落12月13号。进前咱有读，我有找一工哦，就是过年时啦吼，我有找一工读迄个荷兰的教育，就是有一篇论文嘛吼，但是读无了吼，迄篇论文十外页吼，读无了，找一下时间再来读吼。啊，迄篇论文翻了，迄是翻译的啦吼，我翻了实在有够恐怖的吼，迄翻了毋是歹尔，恐怖啦，你就知影迄毋知你翻啥吼。啊，但是是诚好诶资料吼，你会当理解讲，迄当阵荷兰人伫台湾办学诶时阵是安怎进行诶吼。台湾伫个郑成功来了后，其实是现代化诶骹步才定去吼，规个才转去吼。讲现代化，其实迄当阵才17世纪呢吼，你去想看嘛，17世纪。你若想看台湾若对17世纪接受迄当阵西方文明诶即个教育吼，啊，莫有时仔即寡陆俗诶物件安尼入来吼，台湾诶发展是安怎吼？毋知啦吼，历史都无法度定来。好，1647年12月，连续对6号跳到13号吼，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也是寒冷诶天气，风一直拢是对北方吹来。对南部的淡水有一只篷船来到此地做狗的人，再有32篮的鱼甲150担的茶，还佫有一只篷船对遮来航往片湖，做36个人，只敢若在地出门。阮也甲旧年热天对巴达维亚来遮的篷船换号，准备出航的事的代志，以便来上班伫个正月10号。正月10号对遮来出航，经由东京前往巴达维亚。过来，让3天，12月16，今仔日有3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，合计坐72个人，载去下日的号码2150条乌鱼，103篮又搁66担的咸鱼，3捆的沙鱼，36篮的鹿仔肉。13担的藤，170担的树木，13篮的虾仔，18包糖甲3篮的鱼卵。有2只篷船对丹狗来遮入港，坐10个人，载来1000片做糖桶的빵甲120担的茶。对西南沿海有56只篷船来遮入港，合计坐1757人，载来下日的号码。1783担盐，333包薰草，1322捆的稻罐，993个铁尾啦吼，4锭的黄金，2篮的金丝，9篮镀金的金纸，可能是要拜拜用的即种金纸。225篮。丝仔的帽甲鞋，33捆的粗纸，9担又搁8篮的茶米，36只牛，19300对虾，2个大的鱼网，4315捆粗细竹仔，181片落的即个铁片啦吼，129篮的面环，566个大的螺仔，螺仔知无？热头毛用的螺仔，68担的油脂，112担糖，6担油，8担糖，278罐山水，3200对庄仔，300粒毒，伊写毒蚊啦吼，毒物啦吼。11担地麻，100担水泥，5000副丝仔的纸牌仔，6刀的肉桂，1120支蜡烛
56斤做卫队的硬婆，6担二茶，30纳米粉110片要做糖桶的茶棒，45支条仔，10纳书写的用纸，8道结酒的纸，14纳又搁289匹空眼布，以及各种砂糖的即个果实吼，这是啥物意思啊？砂糖果实，好，12个18。暑时的天气，透东北风，对时若阁有一只帆船来到遮，坐45个人，载有60担盐、3担垃圾的油脂、1120支垃圾甲500袋庄仔。今仔日有12只帆船航往本岛南部要去掠鱼，合计坐有195个人，载去210担盐甲35袋米。12月20，今仔日对时若沿海有4只帆船来遮入港，合计坐有100个人，载来下日的货物190担盐、44罐三水、6500袋粗肥仔杯、46包薰草、14只牛、520捆稻罐、54捆粗纸、13纳米粉、50斤蜡甲14000袋虾，也有35只帆船航往本岛南部去掠鱼，合计坐有557个人，载去460担盐。好，过来12月25。也是真寒冷的天气，透北风，对时若沿海有一只帆船来遮入港，坐有120个人，载来下日的货物20篮的地米啦吼，3担的茯苓，20万粒丝的柳仔，93双丝帽仔，14纳时若的书写用纸，2500个粗肥仔盘。224双时若的画，11匹的西菱，300副的纸牌，3个糖帽仔甲25担盐。12号26，阁有一只帆船对时若来到遮，坐41个人。你若听我安尼读的，你就知影，就表示咱今仔日敢若记数尔吼。再来60锭黄金，7担半的地麻，103双时若的鞋仔，81匹空眼布，1500支蜡烛，120斤油脂，13000个80袋粗的含8大包油的杯仔，632捆油的即个直仔。9罐三水甲35担盐，12月28。好天透东北风，有一只帆船航往时若沿海，坐42个人，载有2担蜡、26纳鹿仔骨、26担苏木、3700尾乌鱼啦，7纳鱼卵、48纳鹿肉。41纳大鱼甲24纳虾仔。12月31号，今年的最后一篇啊吼，咱来看，较长一撮。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，因为又搁接到迄寡剩落来塔瑞基迪人即个城乡的新的控诉，我来查一下这个城乡。copy。读做庆还是挺吼，可能读挺吼，挺乡吼。
亭乡。庆甲挺呢，咱来看什么意思？庆就是少年的庆，少年的庆是什么意思？后壁佫有青斑，青斑水，完全毋知意思，不要紧，咱有大理大书店通好查吼。我查一下什么叫做青斑，第二声斑 PAN CHHENG 第二声 PAN 第一声。青斑来，青斑鬼色叫做四过电伊真熬哦哦，青斑哦，四过电伊真熬叫做青斑啊，啥物叫做青斑水呢？青斑水，我直接用青斑后壁加一个 wildcard 找，无即个词，直接拍水呢 ，CHUI 第二声，青斑水，无即个词啦吼，毋知甘蔗链这青斑水啥物意思？青斑哦歹势，青斑吼，我拢读毋着去，青斑吼，青斑水吼。等下我先看青斑，我拄则查青斑，结果有吼，叫做四过电伊真熬。啊，若青斑呢 ？PANG 拄则是青，我是查青 PAN 啦吼。PANG 呢？青斑无，颠倒是青斑有啦吼。我相信是大理店鬼说即个意思对啦吼，因为第一个庆的甘蔗店第一个词是叫做少年的庆吼，啊后壁就是青斑，青斑四过电伊真熬呢，少年的上熬安尼。这是青斑，搁来青斑水，我看青斑水敢有？青斑，我要卡就好。青斑水无，青斑水就毋知影意思吼。好，这是庆，那挺呢？来看挺，赶紧无斟酌，这就是挺吼。第二是好胆，吼。所以挺胸口有即个意思，好胆吼。第三个是鬼毒，鬼毒就解除吼，鬼毒。第四个是尽头，尽头就是 the end 啦吼，尽头啦吼，尽头。过来是快活，快活啦，我讲快活吼。这挺有快活的意思，有尽头的意思，有鬼毒的意思，有好胆的意思，有赶紧无斟酌的意思吼。过来是挺悬，挺悬，挺悬是挺悬的意思啦吼。啊，这看起来和逞凶，迄个逞，我毋知对即个意思较接近啦吼。逞凶吼，我着读挺凶吼。好，咱转来例子遮讲，因为又搁接到迄寡存落来塔瑞吉迪人挺凶的新的控诉，讲因最近害死8个卡瑞东汉人，因此有今仔日决定要温存伫该村附近的油坊村庄，全力去追杀迄寡挑衅者吼。挑衅伫台语是要安怎讲？我用找台语找看觅啊。对应话文，
挑衅。敢若即种网络顶迄什物线顶事典叫做有惹空、起空、起事端。TJ 中大历史顶有收吼，384页正评第4个，你若有迄本的，你家己去找看觅。起空起事，我颠倒感觉徛空较有，我查一下徛空吼。KHIA 徛，第7声空 KHANG， 哎呦，无徛空哦，哦，安那徛咧，徛空，徛空鬼蛇，等于徛是啥物意思？我看下日文版，徛空，徛空伊写讲是難癖をつける。徛空。難癖をつける。難題を衣服。用文咁方便，甲咱解说一下。若无我来现日文词典的。好啦，我来查一下。徛空伊的難癖をつける。難癖。難癖をつける。切换一个日文输入法。難癖をつける。難癖をつける就是 to blame, to find fault with， 有无 ？to blame, to find fault with, to find fault 就是找你的空芳啦吼。为什么叫做徛空？就是找你的空芳的意思。啥物意思？就是故意刁难你吼。当然这项挑衅无介接近啦吼，徛空变成是甲你挑难吼。難癖をつける吼，就是这个意思吼。另外，我看第2个解说叫做難題を应该是衣物吧？難題を衣物，这嘛应该相关意思啊。難題を衣物就是甲你找难题互你吼。難題を衣物。difficult problem 是难题，好啦，伊无解说，我又是安尼啦吼。OK， 挑衅吼，起空，就是拄则这啥话题词典叫做起空惹空吼，好啦，就安尼啦吼。咱转来伫遮，因此今仔日决定要稳准啊！我看下时间，要稳准伫咧该村附近的友方的村庄，全力去追杀迄寡起空的人吼，掠空的人。为此目的，并且为着要鼓励迄寡原住民全力以赴，将会算赏金啦吼，出赏金
得到一粒人头伤4匹空眼布，每活掠一个人伤10匹空眼布，详情记载伫决议录呢。也同款决议允准引起追杀，还佫同款凶恶的叛村，就是背叛吼、反叛的村，叫做 Barbaras 的人。因为又佫听着讲对希腊人扑敌仔的即个伫遐咧念啦吼，抱怨吼 complain， 听着讲对希腊人扑敌仔 complain 讲，当地人伫咧即方面定定被希腊人欺骗。因此，现在决定要互当地人每100支笛仔收出1支哦，而且希腊人一天会当伫咧被允准的所在内扑笛仔。对着做军伫咧顶个月26号，因为几啊理由伫咧佛罗摩萨议会呢所决定，要伫咧台湾市镇的东南沿岸开一条河道的即个代志，即马来决定。该河道要建造120尺宽，120尺宽吼。我毋知影即尺是毋是含英笑草啊多吼？120尺就是120尺，一尺这偌长啊？差袂记。1个 foot， 才30公分啊吼，所以差不多3600公分，就是36公尺。100公分一公尺，36公尺，宽36米，遮尔宽。宽36米，两边的码头拢爱48尺宽。哇！这应该就是一条运河啊，但是偌长无讲啦吼。但是宽遮尔宽呢吼。所以我咧摇这是毋是就是即马台南运河的头前前身就是安尼？毋知啦吼。有兴趣咱去查看觅啊。有干伫现在强要年底啊吼，其实着今仔日是最后一工啊，是咧讲啊，12月31日，咱即摆咧读吼。按照惯例，法官、孤儿院院长、遗产管理委员会委员甲婚姻事务专员拢必须爱经换。因此，按照情况，有一寡职位由新人来接任，有一寡人是继续连任。就是伫咧法庭由上席商务员 Bocatius Pantanus 担任庭长，上席商务员 Edward Oxbridge 担任副庭长，法官是商务员 William Rogers， 中尉 Hans Peters， Zgifelis， 下席商务员 Francois Manis。普记员 Peter Van Alphen， 下席商务员 Cornelius Clark， 希腊生理人叫做保伊高和拉高。伫咧孤儿院所以希腊生理人佫会当伫咧法庭内底，原来有占2位的呢吼。伫咧孤儿院上席商务员兼稽查官 Dirk Snoek 担任院长，孤儿院啦吼。委员是队长 Thomas Pedal， 下席商务员 Cornelius Van Dam， 高级医生 Philips Hellman， 和检察官 Richard Wills。即个孤儿院原来算诚规模咧，但是我毋捌看过关于即个孤儿院的记载吼，或者是任何的代志拢无讲起。伫咧遗产管理委员会，商务员 Winant Rogers 被选做主任委员，委员是下席商务员 Francois Manis、Cornelius Van Dam、Louis Isaac 和希腊生理人苏基 alias Derek Jones， 这是伊的名，另外一个名。拉高甲
边哥吼，即CO 读高啦吼。所以其他情人伫咧即啥物委员会，遗产管理委员会吼，原来有占3位吼。伫咧婚姻事务所，上席商务员 Edward Oxbridge 担任所长，商务员 Wyman Rogers 担任副所长，同事是中尉 Hans Peters Chifley 和下席商务员 Louis Isaac。这是婚姻事务所，毋知你做啥吼？登记结婚的吗？好，咱少限咧看伫即遮讲起查某人或者荷兰来的查某人的代志，其实是有啦吼，但是无印象中到即嘛捌读着。有一只胖船航往西南沿海，坐66个人，载有40担胡椒、68担苏木、8篮鹿骨，甲4526尾乌鱼。今仔日也收到士官 John Van Den Berg 对卑南寄来一张批，事期本个月27号，将离得知。对即张批知影讲，伫迄边的情况一切拢还好吼，还算好。迄寡知本人已经全部逃走，分散到邻近友好的村庄去住。卑南人无偌久以前拿取一粒 Teroma 人的人头，现在 Teroma 人已经离开因原本的村庄去住伫山里。伫遐因为饥荒已经严重困迫，现在因为卑南人的攻击，将会搁较惊吓不安。也知影讲，最近公司的竹仔厝被暴风车变去啊。毋过现在又搁另外起一间竹仔厝，也做一间新的会当徛起的厝吼。迄寡卑南人和其他村民因为宽免了1年1度的降税，所以拢真乐意来建造即寡厝。下底两三个注脚，我看者吼，是一寡人的小解吼。顶头咱讲一寡，等于是人事的消息嘛吼。Wyman Rogers 吼是阿姆斯特丹人，1639年以助理坐 New Amsterdam 号前往巴达维亚。1640年伫总督的秘书处内任职。1643年担任下席商务员，1645年前往台湾，伫遐伫1647年升任商务员，1651年升任上席商务员，自1653年5月兼任法官，1648年初就担任法官了吼。所以即个 Wyman Rogers 无定以后有机会读到吼。1656年2月11号被派任做财务长。1657年年底以归国舰队副司令官归国。后一位是 Francois Manis， 拄则讲即个敢若是啥物长官，是 Nijmegen 的人，1641年坐 Volkschuis 号前往亚洲。1644年伫咧出岛是日本出岛啦吼，担任助理，以后无偌久前往台湾，伫咧遐升任下席商务员。1650年升任商务员，去巴达维亚以后，1652年12月伫遐以上席商务员的阶级担任财务官。1651年1月归国。按上述2处的年代，日记至少有1处是错误的。过来是 Dirk Snoek， 1645年，应该是读做 Dirk Snoek， 我用白话字来读。1645年2月伫巴达维亚被任命做上席商务员，8月航往曼丹。1647年前往佛罗摩萨，伫遐担任稽查官，兼任孤儿院长。然后伫1649年担任出岛的主管，1650年转来热兰遮城升任上席商务员兼任稽查官。
1651年被调回巴达维亚。好，咱甲1647年读煞了吼。过来是1648年啊吼，咱就后礼拜再来读啊吼。好，三年你拄则讲今仔日天气足好，啥物光啥物意思？你要讲啥物？你本来是拍算要讲啥？学一下台语的啊。讲话啊。你华语你讲看卖，你拍算要用啥物形容词形容今仔日？我是说，我是讲就天就光的，我就是被亮醒啊。安尼，困甲日头照尻川就对了。好 ，OK， 我来看一下笔记吼。来拄则就是迄个挑衅，讲是啥呛声吼，啊，对，呛声，对，一时仔想袂起来吼。来无张弛，去无小时。苦劳哦，Jim 甲咱讲啦吼，苦劳就是我拄则讲，即个迄个啥，低潮啦吼，退潮啦，应该是安怎讲？但是华语我就袂晓讲，涨潮、退潮，对，退潮嘛吼，苦劳。过来是这啥？马文分享的即个 Nicholas Verberge 是台湾荷兰统治时期担任第10任的台湾长官，时间是1649年、1653年。所以我拄则有读到即个人，我想想这是台湾长官吗 ？OK， 过来是徛空，徛空就拄则我讲的，超工甲你找麻烦即种吼。徛犯人徛啥物意思啊？请要甲咱解说一下。好，呛声吼，这个马文甲咱分享。好 ，OK， 好啦，到遮啦哈，哇！咱后手搁几工啊？搁几年啊？我看卖啊，到1662的款嘛。日记知识库。咱遐写日期1647年吼，48年、49年6个吼，无49年，啊48、501、52、53嘛无，54、55、56、57、58，然后就跳到61、62，搁10年吼，咱老手搁要读10年。好，我最近定写几粒篇，就是毋是写几粒篇，就是提起一寡大家较毋知影观点，就是讲，因为我定定咧找即个台湾史的资料吼，伫咧网站顶要找的是，其实上常用的字是 Formosa 吼 ，FORMOSA 吼。你若去找台湾，你要找古早诶台湾资料是就较好找啦，其实是找无啦吼，拢爱 Formosa。啊，我就想着讲较早吼，足侪人，足侪台湾的留学生，或者是10年前啦，差不多10年前、10年前，你若出国吼，讲你是 I'm from Taiwan， 其实外国人足侪人听无吼，毋知你讲啥物所在，因为吼，因惯势伫个世界地图顶看顶头印的迄粒岛是写做 Formosa， 所以因你甲讲 I'm from Taiwan 会听无，但是你若甲讲 I'm from Formosa， 其实足侪外国人已经知影吼。10多年前迄当阵，10多年甚至还搁较早以前吼，因为
老旧呢啦，因伫咧学校伫咧看啥物地图，伫学校受教育看到指定到啥物，迄拢是写 Formosa， 伊无可能毋知影即粒岛吧？迄岛遮大粒，伫咧即个东南亚，毋是讲一粒足细粒的岛啊，遐岛遮大粒，无可能毋知影迄粒岛。但是你甲讲 I'm from Taiwan， 其实因是毋知，因毋捌学过嘛。对因来讲，台湾是汉字的词吼，因是毋捌听过。啊，所以足侪人其实迄当认为讲啊，我就是对台湾即个一粒小岛来吼，其实是心内足感觉足失落的吼，大家拢毋捌听过。你袂想着讲啊，即寡即寡阿斗安尼遮无水准安尼啊，教育程度遮歹，一粒岛遮大粒伊毋知，毋是因是毋知，伊是毋知，因捌听过台湾即个词吼，因所知影拢是 Formosa。OK， 但是 Formosa 当时变台湾，大家就理所当然。I'm from Taiwan， 讲甲足理所当然。若敢若你出来讲哦，人毋知影台湾是足大诶即个罪恶相款哦，是人诶毋对，毋是迄毋是人诶毋对，人都毋知嘛吼。当时你遮尔理所当然认为讲 I'm from Taiwan 诶，好，大家去想看觅，我就袂阁讲。好，我写几粒片，超工写甲一寡是人跳，直看甲我生气诶。OK， 好，安尼到遮啦吼，我袂阁讲啦，咱来归房啦吼，感谢各位。感谢阿关，多谢大家。